就是弼马温。反正这个弼马温我也做够了，你玉帝的位置更适合我。难道我大天庭还打不过你？只要是完成了这3件难题，我就可以知道我的盖世英雄在哪里。只要是能够奚落这个玉帝老儿的事儿，我一定义不容辞。可有人自告奋勇去擒那猴子回来伏法吗？你是不是知道齐天大圣孙悟空在什么地方？他不是花果山上那只小石猴吗？他现在发展的这么好。来，大圣，齐天大圣能光临，实在是我们小店的荣幸。钱我们老板肯定不会收的，不知道大圣能不能赏个点，给我们签个名啊？没问题。好，多谢大圣，多谢大圣。多谢大圣，多谢大圣，不谢啊！慢走，大圣慢走啊，走了，拜拜。猕猴，哎，六耳猕猴是个什么鬼啊？追！别跑！别跑！来，去。没错，我就是齐天大圣孙悟空。但是没办法，我得罪了这个姐姐，所以我才用了六耳猕猴的假名字。既然现在被他抓到了，我也就认了。他从西边过来，是齐天大圣，而且他现在脾气特别的不好，风尘仆仆，说不定还迷了路。如果你们要是跟他抢我的话，他一定会把你们给杀。走。多谢姑娘救命之恩。你怎么知道我脾气不好？你怎么知道我从西边来？你怎么知道我迷了路？你又怎么知道我不喜欢别人跟我抢东西？你跟踪我！不，只是个偶遇，你千万不要误会。天色这么好，咱们改天再约啊。哼，再让我发现你跟踪我，我就把你烧成灰。想不到真的完成了，你这个大圣看起来还是有点本事的。废话，我是谁呀？你不仅以貌取人，以貌取猴也是不对。我不是说你不厉害，但是紫青宝剑要求的难题真的太难了。现在光是完成了覆水重生，可是破镜重圆、死而复生，我还一点头绪都没有。你肯定也没办法吧？喂，你干嘛？破镜重圆嘛，先把镜子打碎了再说。什么声音？没事吧，大王？有什么好一惊一乍？我在能有什么事儿？大王，你有所不知，之前来的那位太白金星说请您去小住几日，您这一走就是好几年。您不在的这段日子里，花果山的猴子们就像一盘散沙，走的走，散的散。对呀，大王，你好不容易才回来，可千万不要再听信他们的，把我们给抛下了。哦，原来你是被人拐走，一直在外面流浪啊！谁说我被？哎，你们放心，我呢只是来完成任务的，任务做完我就走了。我对这只猴子啊，你们大王啊是一点兴趣都没有的啊！放心，我不拐它。说什么呢？明明是我给天庭面子，他们3番4次的来找老子才会上去。别想想没用，有时间瞎想，还不如想想怎么让这镜子富裕什么。太好了，大王不走了，他不会离开我们。大王，我有一个办法，要想破镜重圆，
有一个方法可以一试啊。侯爷爷，你是有什么办法呀？大王，难道你忘了，我们花果山上除了有你变的那块仙石之外，还有什么吗？你是说，在我们花果山上有一块仙石，正好在十洲三岛的祖脉上，它的高为和24气，它上面的窍孔对应9宫8卦，受着日月精华的滋养。有一天，仙石迸裂，产生一石卵，经风一吹，变成一石猴。那石猴一出世，眼睛里放着2道神光啊！就是我。原来你是个石猴啊！说重点。重点就是伴着石猴的诞生，还有一株野生兰花，可以说是兰花之王啊！它活到现在得有100年哦，不，200、500年啊，都不对，反正是许多年呐。侯爷爷，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株兰花可能可以帮助我们破镜重圆呢？不能。那兰花虽然不能，可那兰花在开花之前，兰花上分泌一种物质叫兰膏，那兰膏的粘性是极强的。哎，谢谢你啊，老侯爷爷。大王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您就不要再说了，您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啰嗦的猴了。哎呀，这里真是好啊！各种瑞草、奇花，奇峰异石，树木葱葱郁郁，花果山真是个好地方。哎，可是这孙悟空在何处？有妖气。你们有没有听见什么？可能是风声。山顶的朋友，大家好啊！山顶的朋友，大家好啊！谁呀？又是天上下来的，这回不能再让他们骗大王了。去，你们准备兵器。呀，不要走啊！干什么要害怕呢？我又不是坏人。几位小兄，哎呀！你不要走嘛！你慌什么？喂，哎，你好啊！过来。好啊，终于有一个不怕的。你等我一下啊！阿弥陀佛，这位豪兄你好啊！我想问你一下，你知不知道齐天大圣孙悟空在什么地方？你是干什么的？找孙悟空做什么？哎呀，这就是你不对了。明明是我先问你的问题，你可以回答知道或者是不知道，但是你怎么可以反问我一个问题呢？你觉得我说的是不是有点道理？听着是很有道理。哎呀，你果然是一只很聪慧的猴子。那你现在可不可以回答我的问题？你知不知道齐天大圣孙悟空在什么地方啊？你过来，我告诉你。好啊，阿弥陀佛。哎呀，你要送我礼物啊！你真是乖呀。
些年轻的豪子，怎么这么喜欢浪费食物呢？我跟你说，我不还手不是因为我打不过你，我打得过你，我用法术我也觉得不光彩呀。我跟你说，绳子是捆不住我的，水我也伤不了我。哎呀，冷静啊，冷静，听我说。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相遇，也是一种缘分了。我们就当是不打不相识。你看，你长得这么帅，不如我们做个朋友。又是你，这什么情况啊？问你们呢，什么情况呀？这位姑娘，此人是齐天大圣孙悟空，他之前在我们店里作威作福，结果签名签的是六耳猕猴。这个我解释过了，我就是为了躲这个姐姐，我才不签我自己名字的呀。你还打伤我们大王，这个孙悟空还趁机偷了我们的镇山之宝。现在我们要拿回我们的镇山之宝。我那是打你们大王吗？我那明明是在给他按摩。你想想。他常年待在那山里面，缺乏锻炼，胖得跟猪一样，功夫不如以前也很正常。而且我真的没有抢，你如果不信，你现在就可以去问问你们家大王，那是他给我的按摩小费。可你还抢了我们的店，我们的店是全镇最好的商铺，我那还来啊？你那个武器我拿去给你保养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枪刺多里面不讲道理，骗子，骗子！你说你是齐天大圣，没错呀，如假包换。那你为什么打不过他们？你干嘛？我是齐天大圣，我不能对他们用我的大招，这样天天不会放过我的，对不对？这孙子还干了些什么？还偷了我们家的鸡，还强迫我和隔壁的大婶撅嘴，他还拿我家的猫和狗交配，说我生个猫拯救了。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让我出手。哎，我警告你，别再跟着我。哎，要是按照老侯爷爷说的，我们可以根据兰花王开花前分泌的兰膏来粘合岁镜。但是呢，就是不知道这个兰花王到底什么时候开花，我们能不能赶得上？这个就要看仙子你的运气了。运气不好的话呢，可能30、50年都不会开。要是这个办法真的可以，我就等他个3年、5年、10年的。再说了，就是上百年我也等。看不出来啊，你还挺有毅力。哪里看不出来？我这么聪明、智慧、魅力脱俗的。哎，这个兰花之所以叫兰花王，它有它厉害的地方，不仅在于它年岁悠长，还在于它花开不败，所以你就可以不用等那么久了。哈，你这个大骗子！那花明明是开的，你还骗我？我只是在替紫青宝剑考验一下你而已。那请问紫青宝剑对我的回答满意吗？非常满意。走，采花去。这就是兰膏。等等吧，让兰膏发挥一下它的作用。等找到紫青宝剑，找到你一生所爱的人，打算跟他干什么？我想，我想跟他去最美的地方，看最美的风景。花果山就很美啊。我会带他来这里的。哇，真的好了！
我不是警告过你不要再跟着我吗？我不跟着你，怎么会安全呢？啊？我不跟着你，怎么会安心呢？有什么不安心的？我就是要一直看着你。看着我？你谁派来的？为什么要跟着我？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你先别发火，也别生气，你听我说，因为我喜欢你。所以我一直尾随你，但是我却找不到接近你的办法，于是我就到处捣乱，目的就是为了引起你对我的注意。我知道这样做很唐突，我本来一辈子都不想告诉你的，但是没办法，我已经来不及了。现在如果你想杀了我的话，那正好。这样我的心就不会那么痛。这兰花王一点用都没有，真的是太生气了。亏我跟他做了这么久的邻居，我现在就要把他拔了。哎，没事儿的。虽然啊，这期望很高，可是我也不是没做好失败的准备啊。而且我们这是第一次尝试嘛，失败了也不奇怪啊。不然那么容易完成的话，哪能算得上是难题啊？你看看你那个失望的眼神，你怎么比我还要难受？哎，放心啦，这一点小的打击啊，对我来说算不上什么，只会让我更努力、更坚强。大王，不好了！大王，不好了！什么事儿？我们抓了一个。我兄弟找我有点事儿，我先跟他去计划一下。走。大王，你怎么不告诉紫霞仙子，让她一起来帮忙啊？什么情况都没搞清楚，帮什么忙？你现在赶紧告诉我什么事儿啊？就是我们捉住一个从天上下来的神仙，站在云上边，咻，这样下来的。是玉帝派来的天兵天将？不知道，他就一个人下来就问大王你人在哪儿？我们当然不能说了，所以就出手把他抓了。你当我傻呢？神仙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就让你们给抓了？大王，我可没撒谎啊！为了以防万一，我们在这里设了好几层的陷阱呢。谁知道后边的还没用上呢，他就被抓了。这么说，他还挺弱的，这么容易就被你们抓了。大王有所不知啊，这个神仙虽然一副弱鸡的样子，可是兄弟们都快要被他逼疯了。逼疯？为什么呀？捉住他以后，我们就把他关在牢房里审问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跟你说过了，我是如来座下第二弟子，我叫金蝉子。这是什么地方啊？来，现在是我们审问你，你凭什么提问题？哎呀，这位豪兄啊，你这样说呢就不对的了。刚才我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了，现在呢是我提问的时间呢。我提问的时间你不让我问问题呢，就是你不对了。人和豪之间呢也是讲究互爱互信的，如果没有互爱互信的话呢，就不公平了，不公平大家都不开心了，不开心了，生活里面就会出现很多不愉快的小插曲了。比如说，现在你想问我问题呢，我就不是很愿意回答你了。为什么我好想揍他呀？你都打了我了，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告诉他，这儿是花果山。
牢房。牢房，我来花果山呢，是要找齐天大圣，跟他聊下天。我是来做客的，你们怎么可以把客人带到牢房来？这就是你们花果山豪子的待客之道，是不是？我们已经回答你的问题了，现在轮到我们了。没轮到你呀，我还没有说完呢，你怎么这样呢？啊！要听人把话说完，这个也是做豪子的一个最起码的礼仪呀。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个礼仪？哎呀，你们知不知道？所以呢，你们就分不清楚什么是客人，什么是敌人，什么是客房，什么是牢房。为什么他讲话你打架？醒醒！我刚刚怎么了？你怎么突然间我这么恨你呢？这个人很危险呢，咱们不能再听他多说一句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把老猴请过来。啰嗦，爱讲道理，谁还能讲得过老猴啊？老猴，这个人要挑战你道理之王的位置，我们不服，可是又说不过他。好说，好说。大王，我们只提了一个问题，之后他却提了一堆的问题呀。他真的只是说话没有动手，没有用法力吗？没有，但说真的，与其听他唠叨，那还不如打一架来得痛快呢。这么想被打，要不要来一下？大王，我只是表达一下我郁闷、憋屈的心情。看来这个金蝉子真的是跟天庭上那些只会打的天兵天将有所不同。不过既然老猴现在已经出马，我想应该已经摆平了吧。原来是个年轻人呐！阿弥陀佛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博览群书，通晓世事，我懂的道理比你睁眼的次数还要多呀。这位老先生啊，其实呢，我对您的这个见解呢，还是有一点点意见的。我觉得一个人呢，懂得道理的多与少呢，不能够根据他的年龄，还有他读了多少书来判断的。因为呢，点点道理呢？还有啊，你为什么会知道我眨了几次眼睛呢？大王，快去看看老猴吧，老猴都死了。大王，老猴都死了。哇，诶，这位小兄弟，我们未曾见过，你长得也是很有个性啊。都说你很啰嗦，果然开口不反呢。哎呀，你看啊，他们肯定是在背后说我的坏话了。有什么事情不能当面说呢？当面说出来多好啊，又没有误会。你呀，不要听他们乱讲，要相信自己的眼睛啊，用自己的手去感受一下别人的心。我不想感受，请吧。等一下，看你的站姿这么霸气，难道你就是齐天大圣？
哎呀，你真的是齐天大圣啊，好开心呀！我终于见到你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呢是如来的座下第二弟子，我叫金蝉指啊，我代表了天庭呢，要过来跟你聊一下。聊一聊？难道你不是来抓我的吗？哎呀，不要说抓那么难听了，我只不过握了一下你的手而已，看我多有诚意。除非你打败我，我就跟你走。哎呀，你们这些年轻人呢，怎么这么喜欢打架呢？打来打去，打打杀杀，又会流血，又会变丑，还会痛，冤冤相报何时了啊？哎，不如这样啊，我带你回天庭，我介绍如来给你认识。我住口！哎，你这个好只是脾气这么大的，吓死人了！凶我干什么？你走不走？我不走。行，你不走，老孙俺走。等等，可不可以给我点吃的？我好饿。你信不信我打死你啊？如果打死我你就去见玉帝的话，那你就打死我吧。你打不死我，我不走。我不吃肉啊！休息一下啦。二位姑娘真是很有眼力，这金箍棒可是孙悟空的贴身之物，可大可小，颇为抢手。老板，80两我要了。成交。老板，80两我要了。等等，不！老板，给。金箍棒已经被那位姑娘买走了，都已经走很久了。我靠！小威娃，给我！已经被那位姑娘买走了，刚走。哎，废话！金星姑娘，你到底从哪儿这么快搞来的钱啊？借款啊，就得找前站，急速审批，急速到账，就是快。借钱上前站。想什么呢？嗯，哎，上次没聊完啊，咱们继续聊聊啊！啊？哦，常常，我说你这个人太没有情趣了，我都对你双臂动了，这个时候你该娇羞低头才对呀。我们再来一遍，来。就算是时光倒流，我也不会配合你的。那如果我真能让时光倒流？听说过月光宝盒吗？少来搞推销啊！这兔子掉毛的事儿我还没给你算账。哎呀，这笔账咱们可以慢慢算，但是你要是错过了月光宝盒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那可是观音大士的前世三公主妙善独立设计的孤品。偏偏我是猪啊！说来听听。月光宝盒是妙善为了救自己的爱人所炼化的宝物，它最奇妙的地方就在于可以让人穿梭时空，回到过去，飞向未来。然后呢？然后妙善经如来点化，历经千世轮回，最终修炼成看透世间一切苦恶的观世音菩萨。月光宝盒一度流落人间，引得世人争抢。问世间谁不曾有执念和遗憾？人人都想通过月光宝盒改变过去，奈何世间万事万物皆有因果，妄自更改，必定天下大乱。未免世人一错再错，观音决定寻回月光宝盒，并欲将其毁灭。
怎么样？我渊博的样子是不是很帅？哎，你干嘛呀？你去哪儿啊？抢救月光宝盒。不是你等我会儿。我终于找到你了，快走吧。为什么要走？我发现啊，你这个花果山啊，奇花异草，什么都有。就算找不到蓝花王，说不定还有红花王、绿花王。我们在这儿多待2天，然后呢，说不定能找到其他的办法。我们还是走吧，其他地方说不定也有红花王和绿花王。其他地方的红花王和绿花王，那也不是这儿的红花王和绿花王呀。你不走，我走。喂，你昨天走了以后就很奇怪，你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没有，只是这几块镜子放在我这实在是渣呀，我只是想尽快的完成而已。你昨天晚上干嘛了？我什么都没做，除了我呢是如来的座下第二弟子，我叫金蝉子，我代表了天庭呢，过来跟你聊一下。难道这个金蝉子真的非同一般？你说什么？不行，我还要再确认一下。哎，你又不走了？哇，我就知道你肯定不是一只绝情的豪子。我看你呢，算是个不错的神仙。所以我有几句话想要跟你讲。你说。我喝了玉帝老儿的酒，打了他所有的天兵天将，我还放话说要坐他的位置，所以，我现在跟天庭的关系呢，那就像这面镜子一样，或镜无法重圆。你叫什么来着？我是如来座下第二弟子，我叫金蝉子。金蝉子，如果你能够让这个破镜重圆的话，我就跟你回天庭负荆请罪。但是，我觉得这一定是不可能的。你是不是也觉得不可能啊？是不是？我让破镜重圆了，你就会去天庭负荆请罪啊？当然，一定。但我就觉得，你这个牛吹的有点大了。牛吹的大不大，要吹过才知道。哎呀，为什么你就会破了呢？是不是拿你的人不小心得了什么怪病，手容易抖啊？是不是吃的不好啊？然后就把你丢在地上了？哎呀，你也是很可怜呐。作为一个镜子破了，也是很让人心碎耶。你看你照出来脸都有2个。这是对呀，这就是对，不对也对。突然又觉得那不对呀，那就不对，对也不对。如果这不是想要啊，偏又不要，不要又要。如果这准备不想要啊，偏偏又要，要是不要，天上一只猴。上一头牛，身后大那牛，还是有装后。天上那只猴，横上那头牛，身后大那牛，还是牛装后。如果你觉得你很牛啊，你就很牛，不牛也牛。如果你觉得你不牛啊，那就别说低调不
悟空，你看，只要完成起死回生的考验，紫金宝剑就是我的了。到时候我就能跟我意中人幸福的生活在一起。我还是觉得一个人更幸福一些。除了喝酒吃桃，你还懂什么呀？算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哦，花虽然落了，可是没有死啊，它只是把生命传递给了果实，所以不能算是死而复生。正确。啊，那怎么办啊？去镇里看看吧。少儿这么生机勃勃的，上哪去找起死回生的机会？哎，大婶，这镇上有死人吗？如果你不马上离开我的视线，很快就会有死人了。哦，你看这个，这个怎么样？来，我给你戴啊。你看，这个套进去了。要不就这个。这个颜色不太好。我说你们女人是不是除了买就是买？花钱哪有谈恋爱好玩？你不觉得他们很幸福吗？走累了吧？我觉得吧，那男的眼光就跟那女的身材一模一样。放过我吧！放过我吧！有人大夫，验了气的病人，我也回天乏术啊！